总统萧美琴6月7日要访问友邦别留，另外一客参议院议长韦德杰过来访问台湾，却引起中国大使馆调卡断地。成千案贷款正式7月底就要到期，有风声讲相关单位当咧规划2点控，未来会限制年收入处价申请年费等等。飞碟执行长任芬今日演讲有发表 AI 所使用的 CPU， 另外进前伊甲囡仔讲，你着爱学台语，伫咧网络顶头引起真侪讨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这总统府的消息。讲总统府呢，在今日宣布，这副总统萧美琴6月7日到7日这段期间呢，要出访友邦别留，这是萧美琴做副总统以来头一届出访友邦。另外，今仔日呢，这捷克参议院的议长韦德杰也带团访问台湾，就算这中国驻捷克的大使馆表达这强烈的抗议。那韦德杰是表示讲，台湾和捷克拢是民主国家，无需要听别人的命令，就唔行上来交朋友。情况回报关系，总统府7日宣布，副总统萧美琴6月7日到7日会出访咱国友邦北留共和国。这也是萧美琴担任副总统以来头一摆出访友邦。这座访问团成员包括卫福部处长林静怡、外交部处长高柏轩。罗总统望访问团达到3个目标，包括深化两国邦谊，协助北留推广永续观光，甲见证代表联邦计划推动成果。也毋过因为顶摆总统出访施瓦蒂尼遭到中国是阿甘乌国家也关注。这座针对中国干扰风险，敢是有做事先推演。任何正副总统的出访，外交跟国安团队都会对于相关的情资有完整缜密的掌握。因为北留是美国建设的朋友，萧副总统这座敢是规划甲美国政要、外交人士交流，引起关注。这次萧副总统到帛琉是应帛琉政府的邀请，所以一切是客随主便，我们也看帛琉政府的安排。国际朋友过来台湾访问，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7日带团来台，中岛拜会立法院，由立法院长韩国瑜亲自迎接。韦德奇也特别秀出牌影，顶面有台湾甲捷克的记章，刷来送一只插座的捷克狮子送予韩国瑜。佮说明狮子的特性，跋倒的时总是重新站起来，祝福台捷关系也总是站起来。Tajvan i Česko jsou svobodné a demokratické země. A to kromě jiného znamená, že tam nemůže nikdo nikomu přikazovat, s kým má nebo nemá spolupracovat. 造成大家外交上的困扰，我们非常的不好意思。中华民国创建1911年到现在已经在世界上坚强存在了115年，我们会继续坚强下去。韦德奇过2年搁访问台湾，中国驻捷克大使馆表达强烈谴责甲坚决反对。韦德奇表示，出发之前捌询问捷克参议院，敢是支持伊访问台湾。超过80%出席的参议员拢表示同意。韦德奇也当面邀请韩国瑜访问捷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伫咧新加坡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以正式名称是亚洲安全峰会。今年这中国国防部长党军无出席，颠倒是派这解放军代表。伫咧峰会时阵呢，这中国批评日本一直有关国防预算，搁再增加和印太国家的军事合作，甚至批评日本是新军国主义。那这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甲中国呛声，讲中国有遐尼侪核子武器，搁伫咧南海、东海增加势力。不过，这小泉进次郎也强调讲，只要中国愿意坐落来会谈，日本方面随时愿意来对话。There is a country that has a huge arsenal of nuclear weapons and strategic bombers. Japan has neither of such weapons, and yet Japan is labeled new militarism. Isn't it strange? 中国为高市早苗首相上任以来，一步一步强化对日本提悬国防能量的批判，所伫伫5月的川习会期间，以新军国主义的讲法批判日本。小泉进次郎伫亚洲安全峰会场合作出回应。伫演说了后的问答时间，小泉针对中国军方代表团的质问，反倒转去批评中国伫东海甲南海军事扩张，这是对印太地区安全的威胁。China continues to increase its defense spending at a high level and is rapidly expanding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areas without sufficient transparency.
China's external approach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are matters of serious concern for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俗称香格里拉论坛的亚洲安全峰会，照顾咧由印太地区主要国家的国防首长参加，是各国军方面对面沟通难得的机会。不过，中国国防部长党军连续2档缺席，简单由中国国防大学学者代表参加。Japan's door is always open. The Minister of Defense will continue to use. Ministry of Defense will continue to use various channels and every available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firmly with the Chinese side. So please give my best regards to my counterpart, Dong Jun. 小泉除了发表演说，嘛伫论坛期间，甲菲律宾、美国等国防部长进行双边会谈。其中，甲菲律宾国防部长蒂尔多洛的会谈，确认日本会将按算伫2027年除役的护卫舰除役了后，转移予菲国的海军使用。这是日本政府修订军事装备移转政策了后头一届的大型武器输出案例。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讲到咱国际畅水南海军号行进行第15届海上测试，完成这超类验证了后呢，海军号也有过暝等高强度的测试，确认这海军号长时间出海相关装备会当稳定来运作，才会当交予海军。就风声讲，这台船公司可能会前到9月才来交难。国防部长郭立雄就表示，安全和品质拢是抗大性的，袂去设交难的时间。在民众的加油鼓励之下，江南国造海军号测试进度已经到尾声。初一出现伫高雄港，展开第15摆海测，进前已经完成别港测试、潜水舰航甲战斗系统测试、验证超类系统。接落来也阁有看美潜水区域、舰航等测试，需要完成所有的项目，来准再将海军号交付海军做检测评。台湾的潜舰最高纪录有潜航测试32天，所以这个对潜舰来讲，这个耐航测试只是其中一个科目，可是你的耐航天数其实只要超过2-3天以上，大概目的就达到了。今麦传出大船赶袂赴7月交难，要延到9月。对此，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会以安全甲品质为前提做测试。我们不会去设定一个较近的一个时间。另外，香格里拉对话论坛结束，美国国防部长霍格塞斯正做20年来头一摆伫论坛演说中无提起台湾的美国国防部长，也阁有伊也是经中共军事混大，向印太地区盟友发声，国防支出提悬到 GDP 3.5%。对此，郭立雄回应台湾为伫第一岛链的重要地位，国防为前沿，会先进维护印太和平的责任。台美本来就是军事交流一项，的军事交流合作一项频密。赖总统已经宣布，我们2030会达到 GDP 就光预算会达到 GDP 5%，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针对中共军事混大威胁区域国家，菲律宾国防部长提奥多罗表态，要甲台湾等伙伴扩大国防联系，也讲发展对台关系对菲律宾的国防空间有间接的重要意义。郭立雄表达尊重。另外，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定义公布国防授权法案，规划军援台湾10亿美金，韩国传播传出进程已经将完另外1笔7亿美金军援台湾，互外界烦恼这摆军援案国军可能看会到，说接袂到。美国对台湾的一个支持度，的确是有可能会因为中共的一个态度而会有所的一个变化。川普他一定会去考量现在的一个美中台的3边关系，而去做一个衡量。郭立雄对此回应，无听过相关的讲法或者观察。美国国会挺台力度无变，关键出决伫川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新青安贷款的政策7月底就到期啊，民间团体是批评政府讲进前的政策上过零，无年龄收入也个头一届买做限制，颠倒帮助厝价来踏悬。有风声讲相关单位已经甲行政院报告这新青安2.0的方向，未来可能会限制年收入、厝价也个申请年费等等。其中一年赚超过200万的人就袂当来申请这新青安咯，最后也是要等待行政院的核定。为协助少年人买厝，政府推出青年安心成家买厝优惠贷款经济方案，简单叫做新青安贷款，每户上悬贷款1000万，期限上长40年，有5年宽限期。我可能还是不会考虑，因为5年宽限期过了之后，可能还是可能会还不出来这个利息加本金，还款的压力可能也不会比较小吧，就是感觉一整个人生都要跟这个贷款挂钩在一起。
少年人烦恼毋是无原因。根据公共银行统计，新青安房贷为2023年8月开始，到2025年7月底为止，总共携贷12.9万外户。那用年回来看，50岁以上占比差不多5%。那用年收集分析超过300万以上贷款户数，也差不多占5%。民间团体批评，新青安贷款无年会收集甲第一摆买出来限制，因果是变相做中促给清关。太穷的也不应该支持，为什么？因为你的收入买不起房子，我借钱给你是害你，对不对？然后你很有钱的话，我为什么政府还要补贴钱给你，借钱给你？6.5年宽限期，也互学者批评多户投资人交利息无交本钱，当5年，若拄着刺激落车，都要承受资产价值比贷款较低困境。现在房价是慢慢往下跌啊，结果搞了半天，5年之后，这就房价还没涨，那它变成买不起房，付不出房贷，那反而就更惨了。新青安贷款要在今年7月底到期，财经部会已经向行政院报告初步方向，放下新青安2.0利息补贴的延期中年退场，为何政策资源更加精准，也推出3大申请限制，包含验收制、数据总计甲新台年会等，其中锁定200万以上人免申请新青安2.0，不过还要等行政院最后定案。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国内食毒赛车的问题，交通部提出着道交管理处罚条例修法，包含破赛车含食毒驾驶坐公车也着罚。若准有使用1、2级毒品呢，是吊销驾照3年；用3、4级的毒品上侪吊考2年，坐公车上当罚5块。若准受人处分者呢，就要去解毒治疗或者是讲习，一段时间无食毒，才会当过来考驾照。按算6月底进前送行政院转立法院审议。查某人表情硬神，互证人查落来，再真侪探假事煞家己去弄着，差一点啊介着过路人。2天前，这个事故伫中华园林市区4天的驾驶涉嫌食毒赛车，虽然检方申请羁押，煞叫法院驳回，伊无报车回，将检已经提控告。同款的食毒赛车，今年4月，中华鹿港原来有60岁姓陈的蔡款涉嫌食毒开车，面对警方临检拒绝加速逃走，高雄市一个骑机车的负责人专案采检结，将检以食毒赛车、公共危险驾驶人罪嫌起诉，并且法院分罪并罚。在撞倒机车骑士后，继续碾压被害人致死，有杀人之间接故意。查获后，测得尿液中安非他命浓度达每毫升500奈克以上，甲基安非他命浓度更高达5755奈克，高出11倍。为了阻挡食毒赛车，检方有真侪做法，用更加积极严厉手段。因为国内食毒赛车问题也未解决，即马交通部嘛推出修法，食毒赛车无造成重伤还是死亡，为吊扣驾照1至2年，加重变吊销驾照，3年内未使考领。另外一个重点是，总共无赛车，若是互人发现有使用1、2级的毒品，直接吊销驾照3年，限制定新考领；使用3、4级毒品是吊扣1至2年的驾照。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针对使用1、2级跟3级毒品有相关不同的一个管理机制啊，所以我们在针对他们的驾照管理的话，我们也有相同的一个不同的管理机制。只要经通报有使用毒品记录的话呢，那个通报使用1、2级毒品的话呢，会吊销驾驶执照；3、4级的毒品的话呢，就是会吊扣驾照。讨论真久的食毒赛车连坐法，嘛伫即届修法范围，公车的成人乘客相当罚15000块，另外汽机车驾驶人食毒赛车的罚款，初犯为本来的3万加15000块，变做12万加9万起跳。交通部预定6月底前，就会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送入行政院核转立法院审议。记者采访报道。高龄驾驶换驾照新制度正式施行啊！在台中区监理所特别邀请今年71岁艺人沈文婷示范健康检查，还有安怎换驾照的。也让南部地区呢，即高雄区的监理所也去到屏东九如提供体检、讲习、领照服务。施行的头一天就超过400个时段去协办。在诊所内底配合医术指令，做出轻轻的苦类动作，也展现行动力。今年71岁艺人沈文婷率头示范年岁大人换驾照的体验流程，确认各项检查结果拢正常，也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了后，伊顺利摕到新驾照。上一课，什么咩咩角的代志吼，咱拢会当感受到，还佫学着。后摆咱咧赛车的时阵吼。咱就会愈安心。甲你说明互你听，你
开车啦、种种啦，爱就算较注意啦吼。外照新制第一天，大中府监理所也有不少人来外照。新制规定，满70岁到74岁完成体检甲讲习了后，用外驾照有效到75岁。75岁以上爱维持每3年换一摆，而且爱另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交通部表示，透过外照机制，用互老大人更加了解家己身体状况。大概有听力、视力，然后四肢的健全的情形等等的，然后还有身高会在这里头来做一些检查。地方也积极推出便民配套，因为偏乡庄卡地区大众运输帮助较少，老大人出门大部分是靠汽机车。民统局如向公所表示，老大人因为嫌麻烦无照驾驶，除了爱罚钱，会增加道路的交通风险，所以向公所甲监理所合作推出外照一站式的服务。不会啊，很好，因为变成我们的同学会，我们在站上我们也有换照。可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你今天来多少人，所以的人服务量能会不够，所以我们才会走出去。这项跨单位的下乡外照的服务，第一天就发出超过400张的驾照。监理机关表示，主动加入基层社区，除了增加行政流程速度，也消除老大人的体力负担，加纪律，和政策推行更加顺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顶礼拜这片湖沙港西渔港呢，有3只回落到海底死伫咧青泥水文旗。今仔日伫咧西施的赤尾渔港海巡人员也发现到一只土火鹅看山。经过海保署含龙渔局现场检视，这土火鹅无明显外伤，随进行野放。对这个画面呢，咱会当看到一只土火鹅看山，依照规定呢，就要保持伊身躯顶的湿度，袂会爱互伊喘气，莫造成伊伤过大压力。经过专业人员的判断，伊是无外伤，赶紧调度竹排啊，甲一只土火鹅呢走伊到外海去野放。来看宜兰的这个南澳呢，有一个海山堡的海事洞，31早起有人去遐露营，所有7台车，25个人吊伫遐。想袂到当天暗时呢，有一男一女去到遐，煞互这大鹰降去。这个查某呢是伫大海当中，互人救起来。那这个39岁姓黄的查甫人，到当时无消无息。空勤直升机伫海面执行吊挂作业，因为31暗时，宜兰南澳新碧海沙堡海石洞，佫发生一件一对查某去互大鹰卷去的意外。查某囡仔有落到海上，希望扑救拍拼求生，佫报案求助。空勤直升机为暗暝到日时持续超吹，虽然查某人顺利获救起来，不过最近去39岁姓黄的查某人也下落不明。查某人报案的时阵讲是甲查某人去南澳海沙堡露营，不过警方询问时阵，佫改讲是去散步。查某人目前也未找到，为了顾虑安全，消防救援行动暗时6点暂停，初二早起7点再佫继续超吹。上不好，你看打到这边，昨天晚上打到上面了。到定职员超吹的二销人员讲，新碧海沙堡海石洞真正莫阁入去，因为鹰的性外观无法度预测。执行这届救援行动，有2艘救援车完了后降入海底，甚至造成一个员警受伤。伊讲，18年新碧沙堡发生沙堡车游客互长鹰卷去都市意外。县政府捌公告，南澳地区也就是乌石偏到和平溪北岸的海岸范围，全面禁止水上游乐活动。2024年才解禁，当地游客慢慢增加。不过，消防员31早起才协助调伫南澳沙堡海石洞7台车25人脱困。刚刚暗时佫发生意外，当地安全管制是外界关心的焦点。我们后续会跟消防局取得相关的资料，然后以函的方式转给相关单位。我们会建议相关单位依照相关的法令进行判定，如果有违法，应该要进行相关的处分。南澳海沙堡土地权管包含林保署甲国产署，县政府要发文予权管单位确认车进入海沙堡露营行为是不是违法。林保署表示，伫南澳海沙堡海石洞，敢若起火有可能违反森林法，会当刑事处分；露营行为无违法，敢若当扣款。即摆已经伫现场设立告示牌，提醒这个海域的危险性。记者采访报道。
咱即马所看到的，就是台南的乌山头水库已经是大批批连船拢无法度驶咯。水头的闸门水库水量也存无到一成。经济部水利署是强调讲，这黄山雨季特别来，这个水呢目前还有1个月存量。看过民间业者载人客的观光游艇，就直接吊伫咧铺轮顶悬，就连码头拢起一边，要爬楼梯就要特别细致。乌山头水库水位直直落，真侪游艇拢吊咧袂顶袂动。业者讲，这真正是生目睭，头一届看到啦。我们来的时候从来没有遇到水位这么低的啦。像现在这种状况，完全都没办法行驶。现在是没有办法。水库内底还有一个石拱琴，早期是凉亭的底座，平常时拢伫咧水面，敢若是靠岸的时阵才看会到。所以游客即马看到这个模样，真正拢惊一跳。原本特别自命的罗南，要到乌山头水库坐船仰手看风景，无想到讲水库下底是大窟窟，船袂出去，实在是有够可笑。下降了啦，应该要下雨了。这梅雨季节可能快有个落尾。我本来是要来坐船的，结果没有水，所以没有办法坐。像这几天下雨，也下在北部、南部也不下。乌山头顶悬就是闸门水库，虽然是全台湾上大的水库，自去年入冬开始，这雨就落了无济，若春雨慢落了无介理想，所以闸门水库的水量已经存无到10%。若是阁无落雨，这水情的压力恐惊愈来愈严重。若到初一早起10点，南部3个主要的水库也有7352万吨的水。经济部水利署强调，即马当是大水期转做是落雨期的期间，所以水情也会当控制。如果扣掉一天要100到120万吨，但是高雄资源的量有30万吨以上的话，每天的一个用水量大概会70到80万吨左右。那依照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满足到6月底，而且能够再满足1个月以上的一个备源的水量。水利署强调，即马布产饮水拢已经结束啊，会让靠较侪水出来，会来做调度。佮加上黄霜雨季，所以即马水库的水虽然是无介多，也毋过水情的信号灯是也袂倒。记者综合报道。AI 的晶片大厂呢，回答 GTC 台北大会主题演讲加执行啊。这个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强调 ，AI 发展的后一步呢，就要进入 AI 代理时代，而且发表用这个 AI 资料中心的 Vera CPU。另外呢，也推出着含这联发科合作的新一代 AI。PC 的这个晶片，正式来宣告讲呢，个人电脑的市场因也要来竞争咯。黄仁勋搁再讲到台湾的重要性，强调 AI 已经正做推动企业赚钱和全球 GDP 成长的重要原因。也台湾呢，就伫咧这个 AI 产业链上界核心的所在。All the CPUs of the past we built for humans. This CPU is built for agents. 伫电脑展前一天，回答 GTC 大会成日场，执行长黄仁勋点出新一代 AI 超级电脑核心处理器 Vera CPU。There will be billions of agents, and these agents are going to be using the CPUs with very little patience, because the cost of the GPU they sit next to is too high. 回答讲 ，Vera CPU 是头一款专门为大理石 AI 打造的新一代处理器，目前已经导入 Vera Rubin 平台内，伫特定 SQL 资料库运作的时阵，效能相关会当提升3倍。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market, a market that never existed before. It's not going to take away from the old markets, but this is a new market. CPU for agents, and this market will surely be larger than the last. AI 代理时代到啊，黄仁勋同步讲一个大消息，宣布回答推出全新 RTX Spark 超级晶片，正式踏入个人电脑市场。You could talk to it. It could look at you. You could ask it to read files, go help you do some research. It could do a lot more that I'll show you. 有 Blackwell GPU 加20核心 Grace CPU， 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打造，累建700亿的定晶体，佮加台联联发科合作开发，未来应用伫 Windows AI PC。黄仁勋形容这是40年来 PC 产业上大改变之一，未来原来会重新定义下一世代 AI 电脑。It's the first multi-vendor SoC in the PC industry, and what we contributed was the CPU complex. And this was a great example of taking the best of both companies, CPU from
MediaTek and GPU and AI capabilities from NVIDIA. Taiwan's rich ecosystem, the richest ecosystem, the world's best supply chain ecosystem. Unbelievable. Well,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here. And this year, our businesses together are growing incredibly. 除了阁感谢台湾供应链嘛加入故乡味，新式电视、王记富城肉粽、花鸟小馆、砖窑等真侪间订来去高官的餐厅。黄仁勋大抢供应链的名单阁增加。不过，乐团黄仁勋主题演讲结束了后，要甲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真侪间韩国电子大厂伫台湾举办暗演，甲韩国的战略革命嘛全面升级，互 AI 发展的势面持续互市场的关心。记者采访报道。讲到即马，全世界 AI 拢等咧请台积电的执行副总开共同营运长，美国界就讲呢，即台积电等咧尽所有力量，伫台湾、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增加产能，即矽光子的技术呢渐渐齐备，按算今年、明年就会当来量产咯。也拿即高通的执行长艾蒙来到台湾演讲，伊讲未来所谓体验中心会对这智慧型的手机变做是 AI 智慧体。台北国际电脑展特别伫初二举行，带动电子股股价继续行强。初一台股头一摆收伫45337点起604点 ，AI 相关族群股价上攻气势强，像联发科4555块做收起245块。AI 事件毋但带动股价，真侪科技头股也出现台北国际电脑展发表主题演讲。All of our development partner, a special thank you to TSMC, which has been an incredible partner on this journey. So thank you to our suppliers and our developers. 高通执行长艾蒙表示，今年会正式加做智慧体元年 ，AI 已经为过去单纯回答指令演变做会当自主采取行动的智慧回盘。更较强调科技演进爱靠强大的生态系甲合作关系。台积电就是这条创新道路的出色回盘。台积电执行副总经理李玉杰表示，面对 AI 需求爆炸性成长，先进制定甲封装产能拢严重未复经营。台积电当尽力扩大产能。先进封装发光发热，成为 AI 产业一个重要的这个技术支撑。现在的矽光子技术，台积电在这里也应该会有个蛮好的这个市场的。那预计在今年、明年就会开始量产。面对 AI 快速成长，华硕电脑董事长施宗栋表示，虽然 AI 真厉害，不过有时阵会有反价，所以安全性真关键。鸿海 AI 软体事业负责人杨秋锦就分享实际经验，要导致 AI 不是先舞真大的专案，而是先将资料收集好基础，是将 AI 放伫对的位置。看到对的点、痛的点、合适的场景，你就赶快进入。你不要再等。我们其实担心的不是怎么导入，我们担心的是不够快。因应 AI 的事件，联发科技副董事长甲执行长蔡立行针对产业提出建议，爱深入了解软体架构甲系统端做紧密结合，才会当打造出符合 AI 需求的硬体平台。记者综合报道。顶日黄仁勋甲囡仔讲 ，You need to learn Taiwanese 一句话，遂引起各界对台语传承的讨论。根据着2020年行政院的调查，即6岁到14岁囡仔讲台语的比例，敢若剩7.4%尔。那台语团体也靠刊一张即公开批，感谢这件代志，互社会关注到台语传承的问题。学者是建议讲呢，即台语的传承就爱对即家庭开始做，也呼吁政府呢爱提英国语言政策来回实咧处理台湾社会过去的语言创伤。政府官员也爱伫咧公共场合讲台语，才挺好甲台语救倒转来。你袂晓讲台话哦 ，You need to learn Taiwanese。科技业的头人黄仁勋顶一日若食鸡仔饼，若甲囡仔开讲，黄仁勋一句 You need to learn Taiwanese， 你爱学台语，这句话嘛引起各界对台语的关心。根据行政院2020年的社会普查，国内6岁到14岁囡仔会晓讲台语的比例，敢若剩7.4%，显示台语传承出现危机。台语团体嘛刊公开批回应这件代志。大家过去无机会接受到正确的台语的教育，唔管是对台语的了解，还是台语文的学习，拢叫是讲台语是较无水准的，对袂着时代的，是无路用的，
但是为黄仁勋的这个典型，咱就会看到讲绝对毋是安尼吼，一个科技头人，一个世界排有名的好业人，伊嘛是讲台语，迄就是伊的母语。台语团体公开批指出，真侪家庭投入英语学习，伫生活当中无要义母语，造成真侪囡仔无机会自然讲台语。嘛感谢这件代志，互愈侪人开始思考台语传承的问题。啊，有学者是认为，语言传承的关键伫家庭，父母有伫生活当中自然使用，囡仔才会对来讲。台湾人无应该佫对台语这种感觉无水准的心态。做父母的应该伫咧厝里用台语甲囡仔做伙生活，无需要真正像黄仁勋讲的讲 ，You have to learn Taiwanese。其实囡仔无需要去学语言，囡仔只要父母去用迄个语言甲囡仔做伙生活，囡仔自然就会得到迄个语言。学者讲，台湾社会毋敢讲台语，其实是过去语言政策造成的心理创伤。呼吁政府要替过去语言政策回实的，针对目前社会独尊华语的问题，学者要求政府的官员嘛要接伫公共场合讲台语。记者郭金勇、王志光台北报道。台南的成功大学含这发基台语基金会办第3届成功台语歌厅秀，参加者呢有人唱家己创作的歌，也有人搬布袋戏，拢真有创意，也呈现着台语的特色。台顶参赛者大家拢展现自信，有人感情丰富来唱家己的歌，也有人摕台语经典和流行歌曲展现唱歌的功夫，甚至搬布袋戏讲台语笑开拢无问题。这是成功大学文学院和发基台语基金会办第3届成功台语歌厅秀的活动，成南北二路的学生超过60支队伍报名，落尾20组入决赛，活动分做口语和唱歌2组，多元的表演形式拍破传统，展现新时代的台语魅力。阮来甲这个活动赞赏，毋过其实阮嘛会当对这个活动内底学到真侪物件。我咧摕麦克的时阵，我有淡薄手咧喘，但毋过我感觉讲就是爱家己的心情稳定，用上平常的心态来去面对这个比赛安尼。活动即摆邀请跨界专家做评审团，嘛特别安排专业的老师来教大学生。参赛者分享讲，这回唔啊甲各校的学生互相交流，嘛有难得的实体训练机会。无论是台语发音、肢体表达，也是甲观众互动的技巧，互因有全方面的提升。那评审团是真学了这参赛者，因认为这唔单单是一场比赛，未来嘛当创造多元台语的新剧本。老大人因已经算差不多拢会晓讲啊，袂晓讲的，就是即卖少年人会晓讲的，就支持因，互因会当后摆因后一代会当安尼一直起来。蔡美惠老师虽然是国文系老师，伊嘛推这个台语，不只是文学院的学生，其他学院的学生嘛拢来报名参加。真侪台语的一个热心的人士甲团体嘛，对这个活动愈来愈重视，学校嘛对这个活动嘛真支持。主办单位强调，要挽救台语，一定爱对少年辈定根，希望让大家知影台语真实行，唔是侪岁人才会去注意的。唔忙透过活泼在地舞台，通声更较侪台语家庭和无共世代来斗老结，鼓励出少年人对母语的认同，嘛互珍贵的母语通世代传传。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妈妈指控讲，2年前呢，甲5个月大的查甫囝交予厝边一个合格姓张的灵母伫咧照顾。查甫囝介绍是互人虐待脑部受伤，有做5届手术，佮再诊断出中度身心障碍。毋过这检方根据着医疗报告认定囡仔早就有受伤啊，所以这个灵母呢是无起诉处分，家属讲无法度接受。规身躯拢擦讲，迄时只5个月大的红婴仔脑部严重受伤，即马过2冬啊，若行动无方便，语言能力阁停伫咧1岁半。这个疑似是虐待囡仔的案件，伫咧2024年7月发生。家属真不满讲，台中地检署伫咧今年1月对姓张的年母做出无起诉的处分，家属申请再议嘛启用驳回，表示对司法的结果无法度接受。事发当天，他其实把我女儿是留在家，所以他其实那2个小时会不会是连小朋友怎么样受伤的可能连保姆自己都不知道。他应该就是可以正常去上课的年纪，但他现在就是每天都要去上复健课，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像一般的小朋友去上幼稚园。这个老母就表示，
代志发生的迄天，接到年母的电话通知，囡仔失去意识，规身躯软膏膏，家属紧急送病院，医生诊断爱插管进行开头壳的手术，才发觉代志真严重，到今已经经过5摆啊。伊指控年母伫咧代志发生的迄天，甲囡仔留踮厝做伊出去。而且代志发生的第一时间，嘛无直接甲囡仔送病院，有延误就医的状况。地检署表示，代志发生之前就有旧伤，认定代志发生迄天并毋是重伤的主因，加上欠缺直接的证据，所以无起诉处分，嘛甲家属申请的债期驳回。就是骑车出去大概3分钟就会回来，就会回到家啊。那个孩子其实也是在一个安全，因为当时我是跟他讲说，如果我们要出门，我们是会帮他上那个安全带，他就是躺在那个床上这样子是没事的，他也跟我讲好。年母表示感谢司法甲清白还予伊，而且伊阁强调有和家长讲好，因为要倒本数，所以才暂时甲囡仔留踮厝，毋过有甲安全防护做好，否认有虐待的状况。消防局表示，这个年母捌甲囡仔留踮厝2摆，分别采取3000块甲7500块的罚款，除了限期改善，目前嘛已经甲合约解除。记者综合报道。台电伫咧分林卖寮三城保安林地风力发电机组，昨中昼机中有一台熊熊大火烧，一直到暗时火才化去。那经济部长龚明鑫今早起有来到分林视察，讲会查清楚江类型运转15年以上的机组，也会针对着这款高空火灾应变含这消防署来讨论。风机不明原因导火烧起，一直称乌烟。5月31中昼，伫云林卖寮三城保安林地绿叶风场风力发电机组发生火灾，一直到暗时7点左右，火才拍花。附近居民也烦恼受影响。迄嘛烦恼，较袂烦恼。迄厝底啊，伊种好诶，你无才好处理。盛会小管呀。对啦。那台湾未来的这种再生能源越来越多，这种危险性是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会第一时间来到现场，就是关心这里未来我们现在只是烧1支，未来剩下24支会怎么样？因为风机导火点离地面有70公尺远，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了后，今年戒备无法度拍火，也引起在地民众烦恼。经济部长龚明鑫采到云林顺势服务产业园区表示，针对运转较久而且同类型的风机，会要求清查。同类型的分析，如果一定的运转一定的时间以上，就全部先查一次，希望不要再发生这种状况。因为这个风机它的运转时间也比较久，到15个钟头，我们全部先清查一次。这摆导火是为了风力发电17号机组，第2010年5月27上转。原本整体有23部风机，部分机组已经陆续汰除。龚明鑫表示，对机组高空小开救援是不是有新型的高空消防救灾工具应处理，甲相关配套应对救援工作，也甲消防署讨论研究。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前顶个月23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的天狗热，这卫生局呢是连续监测10天，说蚊仔顶掠320只的蚊仔，也查到104袋有生水池滴水物件。卫生局也伫咧高风险地区插这天狗热的警戒旗，提醒民众就要加强防疫。野白嘅天狗热警戒旗踩伫咧路边，四界也拢有告示牌，提醒民众要注意环境卫生。高雄镇定自5月23出现全国头一个本土的天狗热了后，卫生局连续10天针对附近环境，放95派猎蚊仔灯来加强监测，发现蚊仔甲蚊仔刺的密度上过悬，因此伫咧二圣路甲三道路的重点区域来采警戒旗，爱民众加强环境的摒扫消毒。扩大采检744人，尚无发现新增确诊个案。当地社区自本土登革热发生之后，迄今连续10天施挂95盏防疫捕蚊灯，迄今捕获了320只成蚊，查获了104个阳性容器。社区疫情流行风险仍需高度警戒。你看嘛，登革热，他会害怕吗？会啊，所以说我刚刚都从那边走。看
到财天狗节的警戒期，民众闪正哩，这都是顶礼拜3号卫生局限2天内爱甲粪扫清走，袂使搁营业的购物商。卫生局讲，因为购物商甲地主土地银行无伫时间内摒清气，搁当着2只鸟鼠，拢总开罚72000块。初一早起，购物商继续用卡车甲物件载走，回收场已经清甲空空。有封锁线搭告示，甲人讲无要搁营业啊。附近民众讲，有改变都是好代志。他家拢有鸟鼠啊。即摆拢无啊，即摆拢除了啊，过前后拢除了啊，伊拢老消毒啊，好啊啦。购物商清刷了后，卫生局29已经发文给土地银行，爱改读土地契约。6月7日废止购物商的营业登记。卫生局强调，回收场附近拢有倒监视器，只要发现粪扫搁再来遮等，就会按照废清法开罚单，上悬罚6000块。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郭永昌报道。为了要减少民众使用共一支注射筒去喂着病，卫福部对2006年开始就推动注射筒的自动贩卖机。不过，伫咧台南有民众反映讲呢，北区有一搭贩卖机，常常有瘾毒的人来遮买来遮使用，咱若遮用过注射筒就偏较贵涂骹，300公尺外就是学校啊。就家长建议讲，这卫生单位爱甲这个贩卖机刷走。卫生局目前已经将这机器封起来了。条仔顶冠明明都有下档的回收桶，不过也是有人甲用过下档凊彩等伫咧涂骹。民众赶紧甲捡去等回收桶，同时打问伫网络。民众认为下档的自动贩卖机设伫遮真无通，因为300公尺外都是学校，附近阁有转运站，人来来去去，说定都有瘾毒的人来遮买下档，煮完乌白蛋。建议卫生单位爱刷走。学校听到这个消息，也感觉无介适合。多少有一点点疑虑，只是说，当然是站在一个学校保护学生的立场上面，我们是希望说，还是有一点距离的部分，是不是说会对学校来端也比较好一点？有附近居民投诉给卫生局，那卫生局打给我们，因为他当初卫生局设点要经过我们同意，我们不要，因为你们负责补货就对了。对。那也是有蛮多人来买的，大概1个月200盒，一两百盒差不多。60块一支机器会买到这盒，内底有2支下档酒精片甲透不用的药水。药局讲，这个物件成本早就超过10块钱。卫生局表示，因为瘾毒的人会公价用共一支下档，地数为着艾滋病也是关键。卫福部对2006年开始推出下档的自动贩卖机，其中高雄、台南地区大部分拢是设伫卫生所，也是医疗院所，民间场所较少看。现在民众对设的地点无认同，因嘛先甲机器封起来，重新评估。目前已经在现场张贴公告，告知民众该处自动贩卖机将进行拆除跟迁移，后续将尽速完成相关的程序。除了落钱甲机器买，民众嘛当摕用过下档去各地卫生所免费换新的。卫生局强调，安尼做的目的，拢是为着减少传染风险。未来地点评估会甲社区的安全甲民众的感受拢考虑入去，唔忘伫咧维护公共卫生的同时，嘛当互民众安心。记者李新武、柯家如、柯朝阳综合报道。咱来看这台东县的东河乡杜兰村，有民众发现到一张厨房的广告单，这广告顶头有一寡英文字，敢若是毒品的名。学校已经去报案咯，也请这家长就要加注意过。厨房是真侪少年人介意耍的运动，若台东的偏乡有袂少青少年会伫咧大路顶耍厨房。不离个顶礼拜伫咧东河乡的杜兰村，有乡亲发现一个厨房的招生海报。顶悬无写联络的资讯，煞有写一寡英文字，好亲像是毒品的名，有迷幻蘑菇、四氢大麻酚，也个摇头丸等等。民众烦恼这损长少年人的健康，马上公告伫咧社群网站，爱大家注意。那张海报上面暗藏了玄机耶，那后来就一查，果然那些英文字母的缩写，全部都是毒品的代号。因为杜兰村厨房运动的设备，就伫咧国小场院外口，学校嘛烦恼囡仔朋友若看到这招生的海报，会想要报名去参加，所以已经甲囡仔来做毒品防治教育。若学校讲，乡公所今年嘛甲这个公共的运动场封起来，讲要改建，嘛参家长说明，讲要来查证这招生海报的来源。在进行的时候，能够转移这些设备到相关比较符合规范、安全规范的场地。或者是说比较容易管理的场地去。学校已经将相关资料通报台东县的教育处，也有警察，卖加强伫咧专管各重要的路段，无定时来做临检，避免或者毒品软空软胖撞入来台东。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和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 EEZ 和大陆大战海洋边界谈判，也因为这谈判范围包含着台湾东部外海，所以引起中共的不满。今日中共呢就出动海警来扰乱东部外海，咱的海巡是赶紧来监控。学者分析讲呢，这日本和菲律宾针对着专属经济区进行谈判，目的呢就是要防止中共伫南海的军事行动。台湾呢就要争取加入谈判，做伙来捍卫区域的和平。日本首相谷崎造表甲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进行宣布，一回升级做全面友好关系，双方也启动专属经济区 EEZ 甲大陆大战海洋边界谈判，引起区域国家的关切。As well as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our maritime borders. These are very important steps to further strengthen our defense cooperation and to uphold a rules-based maritime order. They will enhance the mutual trust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专属经济区 EEZ 是指为领海基线向外延伸200海里的海域，日菲谈判范围差不多为日本北中山军南平、菲律宾巴丹群岛北平，包含咱东部外海，牵动大日菲的海上权益。学者观察日本、菲律宾作为第一岛链的北平、南平，面对中共在南海军事扩张，日菲想要捍卫在南海共同利益，也防范中共突破第一岛链。区域安全的这种多边的一个小多边的一个机制，跟菲律宾这个美国，甚至于强化跟台湾的一个合作，然后不断的有提到所谓对台海安全的一个重要性。菲律宾所谓的这个南海问题跟台海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学者认为，台湾在南海议题爱展现无缺失的态度，争取甲日菲谈判达成小多边合作。中共为抗议日本甲菲律宾的围界行动，中国海警局则派出第三舰编队伫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巡查，但海巡署是派出长平舰并行监控，佮谴责中共想要侵犯咱的主权。针对中国外交部径自认定日菲未来谈判范围涵盖我国海域部分。及中方依其国内法享有相关主权权利部分，外交部再次严正驳斥，我国领土及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不容中方置喙。中国海警毋但是表台海，也定调伫南海的东沙岛。根据海巡统计，为去年2月到今年5月至8月止，到12架船33次中国海警船是照东沙海域，将做赴目的性的铺设地带操作。国军已经常态性驻防东沙岛，强化协助强军宣示主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中度风台枪兵呢，目前伫咧台湾东部外海往北去，包含着花莲、台东船只拢停伫咧港口避风台。气象署也提醒讲，今仔日明仔载呢是风台离台湾上接近的时阵，北部甲东北部会落寡雨，因若明仔载风台就走天气会变甲真热。若拜四开始呢，会连续几落天落黄霜雨。今日台湾大部分地区拢是侪云的乌阴天。不过，对拜一到拜三，受到今年第6号风台强密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可能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另外，拜四进前西北部、南部外山区甲华东冲谷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若拜四会开始反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会愈来愈济，一直到拜6礼拜，全台各地可能拢会落雨。尤其是南部、东南部甲山区，过到了后，要特别注意短暂的大雨，也是雷公雨。气象署提醒民众爱记哩炸雨遮。周四大致上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不过也可以看到整个雨势上面跟前期相比是比较明显的增大了。周五左右呢，南台湾这边的降雨还是持续，有一些局部大雨的情形。其他各地的天气呢，在中午过后也会有一些较大的雨势，那甚至呢，在其他时间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零星阵雨的情形。我们也可以看到，周六、周日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其实各地的降雨几率还是比较偏高一些。气象署表示，今年的第6号中度风台强密，目前继续向北边对琉球附近的海面行线，虽然较无直接影响到台湾，不过受到风台外围的云系影响，拜三进前北部甲东部沿海地区、恒春半岛、佮有马祖，可能会有大影，民众就要细腻。记者郭耀基、谢桂玲台北报道。咱再回来关心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通恒新竹对25度到35度。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分林对24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4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4度到31度。一个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